如果呢位媽媽咧目前已經撐咗3個月嘅話咧，相信咧呢樣嘢咧就已經唔係睡眠倒退啦。因為睡眠倒退嘅話咧，通常係1-2個星期咧佢就會回復原狀。如果3個月嘅話咧，通常係其他嘅原因啦。咁以媽咪呢度嘅資訊咧，佢就話小朋友係奶睡啦，或者係抱睡嘅。咁其實咧抱睡嘅小朋友咧係好容易半夜醒5、6、7、8次嘅，係因為咧夜晚嘅一個睡眠週期咧通常係1個半鐘。咁如果一啲唔識自己過渡睡眠週期，唔識得自己瞓着嘅小朋友咧，通常就會每隔個半鐘醒一次，就變成咧半夜咧可以醒到5、6、7、8、9次啦。咁我試過咧認識一啲 BB 咧係半夜醒20次添。咁嗰啲咧就唔單純係抱睡嘅問題啦，仲有其他生理嘅因素，或者佢有嘢唔舒服咧，半夜先醒到20次咁多啦。咁以一啲小朋友佢係識得自行入睡嚟講咧，其實咧對於佢哋嚟講咧，睡眠倒唔倒退咧，你係未必 feel 到嘅，即係譬如好似我個大女咁啦，由細到大咧，佢捉住條紗巾仔咧，佢就喺度揈下揈下咁就自己瞓。佢半夜咧摸到條紗巾仔咧，佢就識得自己瞓翻。係由細到大 ，from day one 去到而家已經係小學啦，我係完全冇覺得佢有一日係睡眠倒退過㗎。咁所以如果你嘅小朋友而家係抱睡，而你覺得長遠抱睡咧唔係一個辦法嘅話咧，最好就快啲，可能係3至6個月就盡快教佢自己瞓啦，就會比較容易，同埋你之後嘅照顧咧，亦都會比較輕鬆嘅。